早前勁爆洗米華同 Mandy Liu 嘅一段情，女方更加高調承認發展中，以為咁就可以搶走正印地位。Mandy 未免太年輕了，踢走小三 Mandy Liu，洗米華正印甜蜜示威。戀情曝光後，洗米華正印陳慧玲一改以往低調作風，積極蒲頭，以示正印之位。而喺早前陳慧玲嘅34歲生日，洗米華更加豪使500萬，請埋老婆同佢班摯友、好友法國同瑞士啊！唔係頭等唔坐，唔係5星級酒店唔住，唔係米芝蓮食府唔去，洗米華更加出動大絕狂冧老婆啊！頭貼頭自拍，咬白玫瑰送老婆，搞鬼賀生日。最重要當然係矜貴嘅排場啊！加埋臨走時幾大袋香蜜手袋啊！邊個先係 winner？唔使多講啦〜